我相信當我哋未信耶穌之前，每個人都會講過一啲叫做自我咒詛嘅言語。你唔好以為咧講咗出嚟冇事吓。嗱，點樣自我咒詛咧？背後魔鬼透過嗰10個報惡信嘅探子，而影響整個60萬嘅會眾，20歲以上嘅吓，全部被影響。然後佢哋咧就話，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。發怨言我哋提過吓，怨言帶嚟好大嘅嚴重後果吓。然後咧，全會眾你話起佢啦吓，即係話所有人，除咗呢個嘅即係迦勒同約書亞啦吓，對他們說啦，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。有冇睇到啊？哎呀，我哋寧願死喺埃及地，又或者而家啦吓，喺曠野，又或者死在這曠野。跟住咧喺呢一個嘅怨言當中咧，係毀謗耶和華嘅。點樣毀謗耶和華？第3節啦，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領到那地，使我們倒在刀下呢？好可憐。神係一番愛心，一番苦心，用佢嘅大能、神蹟奇事，透過埃及10災，將佢哋帶離開呢個為奴之家。但係呢一班嘅以色列民咧，遇到少少困難咧，就發怨言。弟兄姊妹，我再同你分享下，其實我哋做基督徒好多時候都會喺神面前發怨言，因為冇按照我哋嘅心意去，即係話按我哋嘅心意去做事。哇，非常可憐。我哋應該按邊個人嘅心意去做？耶穌話唔係我嘅旨意，係你嘅旨意成就，記得嗎？但係咧，現今呢個教會咧，我哋睇到好多敗壞嘅人，影響到整個嘅會眾。嗱，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證，喺香港有一個所謂神學博士神學博士，咁咧就喺劍橋大學喺英國讀佢嘅博士學位。咁咧就佢寫一個文章，其中一個文章嘅內容，佢就話：哇，弟兄姊妹，我哋需要原諒神啊！我哋需要寬恕神，錯得好緊要。